Hello， 各位早晨啊！嚟到3月10號星期一，歡迎收睇今日嘅開市追揸股，我係 Irene 同阿姨。今朝早有獨立股評人唐牛為大家分析市況，解答投資問題啊！早晨，唐牛。早晨 Irene。我上個禮拜就美股都係繼續跌啦嚇，雖然星期五啊反彈咗，咁港股就調翻轉都一路升，但係星期五就真係高位有啲回吐啦。嗱，今個星期大市有咩焦點要留意咧？大市焦點，我諗美股嗰邊係睇住啲 CPI 嘅數據啦，咁兩會就呢個禮拜就會閉幕噶啦，咁啊睇下國策上面有啲咩嘅消息衝起下個市，睇下有冇機會就再夾高啲啦。係咁啊，都要留意下啦。美股今個禮拜就進入夏令時間㗎啦，開市同埋收市咧都會提前1個鐘頭嘅。咁啊陣間有好多焦點嘅股份啊，以至 Bitcoin 急跌啦，都會問下唐牛點睇啦。大家有啲咩股票言啊，都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我哋啦。電話就係961338819啦，又或者可以節目留言區嗰度留言啦，講低你個名同埋想問嘅股票問題嘅。依家先睇睇咧上星期五美股表現先。美國2月份非農就業數據差過市場預期，意味經濟轉弱。咁但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就話經濟狀況仍然良好，無需要急於改變利率政策。言論舒緩市場憂慮，美股星期五先跌後回升，道指低開之後曾經跌咗403點，隨後反覆回升，一度升超過300點，收市升222點，報42,801點。標指倒升大約0.5%，報5770點。納指反彈0.7%，報18,196點。總結成個星期，道指累計仍然都要跌2.4%，標指累跌大約3%，就係舊年9月以嚟最差嘅表現。納指累積跌3.5%嘅。美匯指數持續向下，曾經跌穿103.5嘅水平。非農數據出爐之後，美債息曾經急回，之後小幅轉升。交易員仍然押注聯儲局今年可能減息3次。睇下啲焦點美股啦。蘋果股價升1.6%， Google 升近1%， Tesla 星期五一度跌近5%，收市跌幅收窄到0.3%。咁但係如果上個星期成個禮拜計咧，都仲要累跌超過1成㗎。Tesla 已經蒸發晒舊年11月大選以嚟嘅升幅㗎。Nvidia 個股價曾經跌2.7%，收市就倒升近2%。咁但係成個星期計咧，都仍然累積跌咗9.8%啦，市值比起紀錄高位縮水1萬億美元㗎。睇埋啲中概股同埋 ADR 嘅表現啦，京東比港股收市跌超過3%，折算報164.3毫1；阿里巴巴跌超過2%，折算報136.5毫9；網易同埋美團跌大約1%，騰訊跌0.6%，而百度咧就比港股升1.4%嘅。匯豐控股 ADR 比起港股收市升2.6%，折算報90個2；友邦建行港交所跌0.4%至0.6%，比亞迪跌大約1%。咁跟住睇睇今朝早外圍嘅市況先啦，就道指期貨都要向下啦，跌緊200幾點嘅，42,587點跌251點啦，跌幅挨近0.6%噶。納指期貨咧跌幅都要0.9%左右嘅。至於亞太區股市方面啦，就係個別發展嘅，其中日本股市就係輕向下日經平均指數36,855點啦，跌緊31點嘅。而南韓股市升0.2%左右啦，澳紐股市都輕輕靠穩嘅。睇埋恒指黑期嘅表現啦，都去預示陣間港股咧初段可能都要繼續回啦。因為黑期咧跌緊大約100點左右嘅。我哋先同唐牛傾個外圍嘅市況先啦嚇。咁上個星期就好明顯，即係美股都係受住特朗普啲關稅措施不明確困擾啦。咁就關注嘅最新個非農數據咧，其實都叫做差咗啦，加深咗個經濟憂慮啦。咁但係個好消息咧就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嘅言論咧，佢就話經濟都仲係好啦，唔急於減息啦。咁所以都刺激到即係上個星期五美股就借勢有啲反彈啦。如果你話展望今個星期啦，大家就關注另外一個重點嘅數據咧，就係美國嘅2月份個 CPI 同埋 PPI 嘅數據啦。就喺今個禮拜中會公布啦。若果咧都反映住個通脹都仲係強勁嘅話啦，依家大家好擔心嘅，即係講緊美國個經濟衰退、有通脹升溫嗰個滯脹問題個聲音咧，就可能會更加大啦咁樣。而家市場普遍個分析都係預計咧，就美國個2月份個 CPI 咧按年係升2.9%啦，核心 CPI 按年就升3.2%，而按年為按月嘅升幅咧都會係輕輕略為回落嘅。如果你睇翻啲大行啦，摩通、大
高盛咧，其實最近都先後下調咗美國經濟增長嘅預測嘅，咁就話反映翻個關稅嘅負面效應啦。但係都未有話預期美國嘅經濟會陷入衰退嘅，同埋覺得就話即係美國嘅我美股啦個調整咧，就係將個衰退嘅可能性上升嘅因素咧反映喺股價之內咁樣。咁問下唐牛點睇話，即係美股近期嗰個即係積弱啊個投資氣氛一路都係好唔翻，嗰個主要因素係啲咩咧？你點睇話會唔會繼續震咧？幾時先至可以回穩咧？都真係唔知震到幾時啊！都我諗大家近排如果有玩美股都知嘅，即係以往嗰種強勢就唔見咗嘅。咁好明顯嘅近排真係炒緊，你話當炒衰退又好，滯脹都好啦，因為啲經濟數據都幾差嘅，keep 住都係差，唔係話一個半個嘅，所以變得嗱啱啱上個禮拜五嗰個飛龍都係比預期為差啦，咁所以大家都會驚啊！哇，你即係發生咩事咧？喂，經濟咁差嘅時候，咁升咗咁多啦，係咪要政府又炒人啦？係即係總之又驚特朗普啦，唔知係點啦。咁我諗幾樣嘢都加埋，同埋另一樣嘢啦，即係殺估值啦，呢個都有講噶啦。即係始終 DeepSeek 嘅出現，令到美股原本好貴變得更貴，咁變得而家啲錢有東西去選擇嘅時候，咁我又不如唔好要美股啦，買港股啦咁樣樣。咁所以令到嗰個跌勢係加劇咗嘅。呢個禮拜都好關鍵啦 CPI 嗰度，因為如果你話呢個 CPI 仲升嘅話，就真係好似頭先 Irene 所講啦，驚滯脹啊嘛，即係經濟唔得，通脹又升，咁點搞咧？加得唔即係嗰個息口度減又唔得，加唔得。咁最麻煩最鉗就係呢啲，因為想當日美股應該講緊幾年前曾經有段時間就係對緊呢樣嘢嘅，即係你係兩邊棘住咗唔得，咁最後都解決到啦咁樣。咁但係去到今年即係又係重複呢件事咯，咁大家要即係扣緊安全帶啦，呢個成日都講噶啦。咁我自己都有提過，我自己都有減倉嘅美股，因為冇辦法，因為始終呢一轉嗰個估值問題啦，我就唔係睇經濟數據嘅問題，純粹係估值問題，因為 DeepSeek 嘅出現令到美股嘅估值突然間俾人個感覺好貴。我中資嗰邊好似更吸引。係啊，即係啲錢一定會流走咯，所以我自己都忍唔住點都減噶啦。我諗正面啲睇啦，喂。咁美股都幫咗我哋咁多年啦，咁今年係啦，咪幫手捱下咯。咁好彩就係港股而家又翻嚟啦嘛。咁而家美國玩法調轉咯，港股補貼美股咯。咁啊就陣間港股都會再詳細問下，即係唐牛點樣部署啦。但係如果咁樣講，聽你咁講，即係美股暫時唔好話咁快去撈貨即係加翻倉住咯，係咪啊？暫時我個倉位減完之後就唔會特別再加啦，反而係睇下有冇機會短炒咯。即係短炒意思係可能突然間有啲玩開嘅，例如Nvidia 嘅，哇一日跌6-7% 嘅，咁咪試下撈一撈佢，係啦，搏一搏佢，咁啊搏個短彈，因為我之前都試過啦，佢有一日大跌咗唔知6-7%，到第二日再 follow 對到100幾，咁嗰下我有撈嘅，咁啊彈高幾蚊我走，咁嗰隻咯，即係你話真係全面去建倉，暫時就唔搞住啦，係啦，咁 hold 住一個自己瞓得安樂嘅水平就 OK 啦。係，即係可能揾啲炒一波幅啦咁樣。嗱咁都要講下個大家好關注嘅個虛擬貨幣市場，因為上個禮拜其實都有啲重磅消息嘅，咁但係本身好期待啦，即係白宮嗰邊有啲咩好嘅消息，點解出到嚟應該有啲失望啦，因為見到 Bitcoin 今日咧其實頭先都去過試8萬美元個關嘅咁樣，咁就見到個比特幣喺24小時內佢又跌幅都幾多下咁樣。嗱，因為上個禮拜咧備受期待嗰個白宮加密貨幣峰會啦已經落幕啦，咁但係話特朗普設立嗰個比特幣嗰個戰略儲備嘅計劃細節咧就未符合市場期望，咁就話咧呢一啲嘅戰略儲備同埋庫存咧只係會從沒收嘅資產去到建立啦，唔會話使納稅人嘅錢咧去入市買貨嘅咁樣，咁好似同大家原先預期有啲落差啦咁樣，咁就嗱其實市場人士對於話而家 Bitcoin 個價格走勢都有啲分歧嘅，即係都有啲業界即係覺得話都可能係時候去撈啦，咁有啲話唔係喎，可能8萬關，即係起碼呢個唔係一個關啦，可能整數關口啦，可能落翻去之前即係7萬幾啊嗰啲美元嘅水平啦。唐牛自己點睇話比特幣一個價格啦，要跌到去邊咧咁樣？其實同美股一樣嘅，呢個都好難估嘅，即係而家你話大家都原本期望呢個美國嗰邊嘅會掃 Bitcoin 納入儲備咁落空咗啦。咁而家跌翻落嚟，而家最新就得大概8萬1左右啦。咁你高位計嘅，咁咪跌咗好多啦，10萬差唔多成11萬炸翻落嚟。咁但係你如果
調翻轉，你計翻個累積升幅，其實又唔算少喎。即係你8萬幾喎。即係我哋嗰日，我哋當日講緊可能得5、6萬纏繞咗好耐，跟住特朗普出嚟啦，咁跟住先至爆上去嘅。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冇啊，咪睇下有冇信念咯。呢個成日都講噶啦。即係如果你有信念嘅，咁你咪繼續坐，甚至乎你加倉都冇問題嘅，因為 keep 住都有人問㗎。喂，你啲 Bitcoin 點啊？咁我咪坐住先咯。我亦都有加嘅，我對上一次加就8萬9嘅，即係一下殺來嗰刻我就加咗嘅。咁我又唔特別再急住咁加啦。都係嗰句啦，擺到好長嘅我自己睇，咁所以變得短線嘅波幅就完全唔理㗎啦，係啦。咁同埋即係我始終我有個優勢，即係我低位買開啊嘛。我低位買開，咁變咗有盈利喺手嘅時候，就會易操作啲嘅。咁你話近排先操作嘅，即係我諗有機會要輸嘅。例如你話，我9萬幾先開始買，甚至乎10萬破頂先買。咁你有排捱喎。係啊，嗱，你要諗翻你個初衷啦。究竟你當日買嘅時候係咪有嗰個信念先？即係你嗰個信念而家仲喺咪度先？會唔會因為你輸錢就開始冇信念？嗱，如果你輸錢就冇信念咧，證明你真係冇信念咯。OK，咁變得冇信念嘅時候，第一樣嘢你冇買咁多先啦，因為你真係唔知道佢懟到幾時嘅。第二樣嘢，你真係冇信念嘅話，你考慮下啊。即係會唔會減倉，甚至乎只係揸一個部分係自己坐得舒服嘅就算啦，係啦，因為冇人話到俾你聽，究竟佢會對到幾時啊，或者幾時先升翻，甚至會升唔升咧咁樣樣。咁我自己就繼續作為一個資產配置嘅一個部分咯。咁暫時就。